圣经故事新旧约台湾教会公报社印1954年，雅各甲以扫。雅各甲以扫是以撒的囝，因三甲渐渐大汉，一个诚做徛起布边的人，搁一个爱出去山野拍蜡。以扫是大生出世的，应该得到大囝的祝福。有一日，以扫对旷野转来，因为感觉真枵搁喙焦，就用大囝的名分卖互雅各，对雅各得到红豆仔汤来食。对安尼，又失了大囝的名分的祝福。以扫看轻对上帝本身所要赏赐真实的祝福。因老爸以撒真老的时，差不多目睭花，亲像青棉。老爸叫以扫来，叫伊烹一盘伊所爱食、真好食的野兽的肉来互老爸食。以扫随时去旷野拍蜡，通要煮互老爸食。迄时，立必甲去备办一盘上款的肉，搁将以扫的衫互雅各穿，手甲颔棍用山羊仔皮甲伊包，互伊烹所煮的肉去老爸的所在。年老的以撒受欺骗，接到这个好食物，食了就用大囝的祝福来祝福雅各。后来以扫转来，真受气伊的小弟用安尼款待伊，却伊犹原也得到一个别款的祝福。雅各所得到的是较好的份额。当两个兄弟感情拍歹，直到雅各就离开家庭，几若年久，去甲伊的母舅拉班做工，伫遐犹原用奸诡的法度得做，还佫上帝眷顾雅各，用伊来做上帝所欢喜的工。